成經禁句句句今日朝一句，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！台灣嘅台中咧呢個逢甲夜市逢甲嘅夜市啊，我哋一定食咩呢？就食呢個二八雞排啊，炸雞排啊，雞扒，仲有咩啊？臭豆腐靚仔牧師最中意，越臭越好味，越臭越中意食噶啦。嗱，而家呢，我已經係好少食噶啦，我食3種夜市嘅小食呢，已經係夠晒飽噶啦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叫一班人一齊食，至能夠叫多啲夜市嘅小食一齊嚟品味啊！所以咧，琴晚咧已經有幾位幾十年嘅契女嚟請我哋食夜市啦，食得好開心，又傾偈傾得好開心，難得幾十年嘅友情啊！幾十年前啊，全部都係中學生啊，而家全部都做晒媽媽啦，從少女變咗媽媽噶啦，幾十年嘅老友噶啦，佢哋一直叫我劉爸啦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耶利米書29章12節，你們要呼求我，禱告我，我就應允你們。耶利米書講得幾棘哩卡噶嘛？耶利米書29章12節，你們要呼求我，禱告我，我就應允你們。嗱，今朝早嘅金句係好直接，上帝對佢嘅子民，對佢嘅神嘅兒女啊，對我哋所發出嘅命令，同時咧呢度命令亦是對我哋老友記係有益處嘅，都係一條天父上帝嘅應許。老友記啊，你們要呼求，意思就係一定要學識祈禱，向正確嘅信仰對象就係我哋嘅創造主，我哋創造宇宙萬物嘅創造主啊！我哋嘅天父上帝嚟向他祈禱，向他禱告，上帝就應允你，答應你，因為上帝在乎你啊，上帝在乎你啊！你諗到得到祈禱應承你，如果你想神聽你嘅祈禱，你嘅祈禱可以得到應承嘅話呢，你梗係先要祈禱啊嘛，你先要祈禱啦嘛，你唔好俾自己嘅借口啊，好多嘅借口講，哎呀，我唔識祈禱啊，我唔識祈禱啊，唔知點祈禱啊，我問你啊，有時啊，老友記，你落到呢個菜市場，你落到北室，你可以講東講西，你睇到呢位 auntie 啊，你就講賣菜嘅情報，你睇到另外一個 auntie 啊，你就講，嗰個豬肉好食啊，豬肉嘅情報，係睇到人，你都識祈禱，你都識傾偈啊，唔係祈禱啊！你睇到喺北室啊，呢菜市場你睇到人，你都會識傾偈啦。點解向到呢位天父上帝祈禱，你就我唔識講，我唔識祈禱？祈禱就好似同天父上帝傾偈咁咯。祈禱又好似我哋嘅呼吸咁，其實係好自然嘅，所以我諗我想講咩就講咩咯，係咪？唔使祈禱太長，好似同老友記傾偈一樣咯。如果你有心學一定得，正如細佬哥學講話一樣啊，開始咧梗係到去識講學講單字啊，從以前 BB 啊到識講單字，佢係慢慢成長，一定得噶嘛。除咗呼求，你都可以讚美神、歌頌神、感謝神啊！老友記啊，你也一定要先敢踏出你第一步，先開始學習開聲祈禱。講完之後，你就話
奉耶穌嘅名祈禱，誠心所願，或者阿們。嗱，有啲老友記啊，要求我為佢祈禱。嗱，有時咧，靚仔牧師會拒絕為你祈禱，因為你自己都要學識祈禱啊！你唔開始學識，永遠都唔會開始祈禱噶。所以咧，我經常教導有啲冇讀書嘅老友記咧，係簡單嘅祈禱，我會教佢哋叫點咧？你聽下，親愛主耶穌，賜我平安，奉耶穌嘅名祈禱，誠心所願，或者阿們。你跟住我一句一句祈禱咯。親愛主耶穌，賜我平安，奉耶穌嘅名祈禱，阿們。係啦，呢種嘅祈禱算係好初級噶啦。你要試下日日咁祈禱呢3句話，每一日3次祈禱，早上、下晝、臨瞓之前，好似食藥咁噶啦。希望老友記你一定先開始學習祈禱。2026年係新嘅開始，你就學習祈禱，因為上帝好看重你，上帝好錫住你。老友記你一定聽老友嘅祈禱，最驚你唔祈禱，因為上帝錫晒老友記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咯，拜拜啦。